OK，我 live 了，live 了，上擺換衫個，你看我啦。是咯，我是還沒試換衫就，我頭晚是為咗先正情是水。哦。OK，等我者 ，Spain come，YouTube start 啊嗬。YouTube 啊，我想看埋先。start 啊頂。Mari I siam dulu. You will see tempo. Heavy K. Live 要看到沒有 OK。係啊，各位聽眾，我再歡迎人到到來先聽，嗰一個禮拜來教學人佬，我唔使講邊啲學嘅嚟聽眾嚟教學人佬嘅，啊是，但是講都是豆嘅，你都是老人。喂，萬個換啊，豆嘅人真老人啊，講下。我老人，我老直接一百轉來不咯。行咗老？哦，因為我係一百可能摸落去水裏邊接掉，所以我去 claim accidental damage a insurance。嚇，伊賠咗幾隻線呢啊？是。哦，是誒。我覺得何止200塊呢？哦，有影一保險物件是有影，你無掉嘅話，無達都掉嘅話，有影就達。係啦，少少。誒，當時聽眾朋友，這個話是阿未開台已經講嘅。被 reenact 嘅。我嗰啲 react 就對。計搞呢，阿龍計搞。啊，我唔係知咩？我淨係但係一定會意成講，誒我有啊 iPad 啫，伊無講嘅嘅事嚟啊，伊別曉啦，唔係咁設計嘅。你想人大人成日攞人喺度搞，伊搞做戲咩？就玩緊男仔，喺度往時將個默契，就橫時接你 situation 嘅時候。誒，嗰先講阿咪我哋都講QQ 條佬嘅故事啊。我嘛不條個。รู้啊嚟講下跟住揾個節目去講定住禮拜講唔了嘛可能撈錢แล้ว唔是可能撈錢嘅話啲當佢揾嘅一千抗疫撈錢抗疫誒 episode 時嘅嚟講嚟講下真係可能撈你知影啊咱有咱嘅 QQ 嘅 apps 有一個叫蝦米嘟羅喵所以那個點bắt到一個馬來西亞啊唔是外國嘅。有一個叫唔知係咪 Romeo 別記哦 Planet 嘟Planet Romeo 啲就伊是那外國嘅就 chat，然後就講話何必咯，講 OK 啦，我 exchange number 咯 ，exchange number 咧就伊就卡好我個那擺，有小英哦，有小英嘅，所以我嘛講 OK 啦嘛，接人啦，後面大部隊接。傾咯 ，and then 後邊伊本是點講？伊本是無 frequently call 啦，增加一兩禮拜肯 call 一班份咯。所以就傾到。講阿莫話，伊是阿莫嘅。阿莫話，伊聽起來成個阿莫咧。這個荷蘭嘅意思啊。哦，是荷蘭 ，OK。所以嘛 ，OK，and then 到尾就講我有明日生學的，我俾明日學的。我一句要講，即係把生學嘅話。無好笑。sorry 啊，佢兩人笑㗎了哈，近來都是兩講冇好笑啦。嗱，今日兩講好笑，嚟夾下是兩隻，如果兩講好笑冇好笑。冇好笑。哎，我人講，哇，我生下你啊！我唔驚要生下你啊！我識講阿莫話啦，冇關家講話嘛。แล้ว生下你，แล้ว嚇，แล้ว生下你แล้ว我咪搞佢生下你。就 list out 一個 list 好咯，就講that time iPhone 出名嘛，就 list out 俾隻 iPhone 好咯，and then Kimchi 咯，個唔知啊。Kimchi 啊？Kimchi 喎。哦。啦。Go 啦 ，go neck 噶 necklace 噶咩 ring 嘛？哦，手指。所以就我愛卡鏈有玲瓏嘅，baby。
你咧查咧即咧查冇目標啊？我冇冇俾佢開兩路玲瓏嘅。有，所以就我咪可以地址咯，可以 number 咯，就咁加好啊咯，然後就好啊，也就個 number 咯。等下 pause。我是咪講嗬？我唔是講你談啊，我是咪講，我是感覺到，但是講咱可能，等下話後尾冇按 background 可能騙啊，伊是用貪別人貪來做騙的人，我個冇拉實安尼起行過，用你好心來騙的人，你明白我講沒有？明白。咱家人本是貪便宜啊，貪 discount 係咪？咱家本是貪啊，所以哈利我拉薩掉，甲無對我來講無上 level，係你老路嘅線路嘅條然後就起行。OK，來講點你講，你貪心咩？你大佬，你四隻大佬是四隻大佬咪講。貪掉，是啦，明白，我明白。嚟啦，你貪問咗下咧？我冇貪 OK，嗰一首我咪揀人啦。你冇講買，你冇講買，你冇貪咪講買，你買曬我咪叫我冇愛燒人咪揀咪揼人整。啊，你真是貪啦！我唔係佢都做上我面鏡咧，冇人成盤成咯嗬。喂，小慧，小慧，人法國啊，馬來西亞都正款哦，法國，嘢食叫法國喎，法國，哦，咁乜叫法國先？不如係咪咯？virtually 叫咩啊？你叫做咩啊 ？cam sex 啊，cam sex， cam sex phone sex 啊，對，我冇講翻別嘢。OK，แล้ว講แล้วทำหลังทำกันจ้ะแล้ว你就講假好啊，不假你劍氣係咪嚇？แล้ว你冇嫌疑咩事？你冇懷疑啊？我是有教我嘅點解嘅隻 X 講啦，我 X 就講我冇可能啦，嘅啊騙啲啦，我咪講OK 啦，冇可能就騙法人啦，我咪單條嘢入邊嘅咯。教啦，咪嚟說啦，我有我唔是 on and off 啦，我有時陣間姑姑 check。聽日我未打都未潮，佢只 cancel 時咪就搞騙。我自己，自己嘅 action 是。你在我在度寫啦，我咪 OK， 我好潮，你咁講人騙數。OK，anyway， แล้ว你咪嚟我哋聊天咯。你攞錢啊你，嚟。我再乜嘢談敗。我已經是亂掉啦 ，OK， 我今日模糊是亂掉啦 ，OK。喂，唔係啦，諗咪做豆嘅派做人 ，OK， 諗咪做豆嘅派做人 ，OK。喂，是跟你高山很好，可能冇得炸飲。OK，咪見你講，嚇嚟。然後就講講美術咯，美術就 custom 就 custom 有卡哇講。嗱邊有劍氣，嗱邊個 iPhone 係咪是應該有 tax 嘅 item 你就係學 tax。呢陣時係學最啊千幾塊啊，千幾塊呢陣時有陣時12年整啊，就13年12年整啊12啊11年整嘅，就呢陣時你整啊啦，我剛剛出嚟做個玩具對嘅嘛，嘛佢講你12年整咪你個做工係咩？我14年整個做工嘅嘛，我二公半年個做工嘅，所以我早時咧讀冊啊。他早幫我厝嘅生意嘛，做生意 OK。我頭家名得出來。OK，明白。我想你讀冊咧，估啊，二康背一個嚟就 OK， 你鬥下手啦，出嚟做生意 OK，你家己出嚟做工，二康背你了下了。然就冇談到就我嚟講我冇安全你啦，別學你安全嘅，然就嗰個時候就你講你學醫咩？你學 custom 啦。custom 啦，然後就三名也好啊，然後就講我，因為我3名，你53名好，你咪去揀呀啦，即係類你咪甲你朋友招咯，死啦，佢甲朋友招，但係我完全不認人咧，然後就你冇甲佢只揀招啊？招，你冇佢只揀招啊？冇去我冇佢講啦，然後就叮當，就講我，哎呦，你騙我，你笑到我面人啦，你冇假講啥屁啊，拜，
啊不買實手伊，然後搞亂一棍啊，嗬，佢基本點佢啦。你一小英就輸掉。這陣時我係 WhatsApp 不換棍啊，I mean 棍啊擺電話啊，所以 WhatsApp 就打嘛無了。哦，所以你無伊小英啊，無輸掉。啊，無小英，無小英。啊，特別有可能加本嘅小英。無特別對羅密歐嘅 platform 啊，啊最老錢嘅。啊，係啦係啦。啊最老錢，然後不都個自己是馬來西亞嘅。嚇。對對，自己是馬來西亞嘅。人咗騙咯。伊就變我咯，用變我咯，人就講吼，其實冇人問那個，我是故意來，我是無啦別啦不會記得來。哦。然後是斷少年啊，講是少年。少年應該是嗰陣時我8月的時啊是，本是上翻11年前嘅。嗯。所以就8月咯，人就有咯，就那個 platform 入邊。chatting 咯，chat 就講我拍攝我問佢哋做就俾佢哋使招我俾，我嘛講招我做咯，因為講伊身軀無咩類通食飯，因為伊講我伊講做這份工呀，所以我這份工伊個無出工為少偏嘛咯，然後就有啦，有甲做過兩擺，然後。伊有時拖嘅紅毛啦，是真正好興哦，無興，所以吼就我就用有時個偏伊個講我出鋪，我講我無問他們show，所以我是無他們show是無去我 app 在關，啊比有個 message 我啦，所以就我做伊一兩擺爾，應該是about我係信息應該是1兩個人啦。OK， 我嗰隻 question 是講有食到我未 ？Of course 冇啦。意思啊，你是聊個聊啊，是個無睇。is just 見啊。我好像想到嗬，定當咱嗰邊咧，我啲想到講，咱個就到啲 app 會可能撈 ，app 會可能撈。我是真少機會到啲 app 嗰邊出現，所以變做。我可能撈，你實 clarify 講真少機會到 app 出現係咩意思？因為我就冇用啲 app 嘛，所以我冇當機會，所以我用是頭，我冇到 app 會出現嘛，冇講真少機會到 app 會出現。我是 app， 我是冇叮到時，我是有佢哋咩啊？你有意思？都我沒有 grinder，我冇 install grinder。我有時特別我是個只少 ，because 我係 curious 嘅，特別是你在 app 冇呢個出叮到時就 concept 是真 interesting，because 我看到人落去。你 distance 落去，我一早時做啲 airport 嚟，人佢看到我，如果驚我同你講，直頭 delete app 去，然後無賺，都有一擺啲多數卡拉有得看到都 online。啊，我看到你哪個？我看到大家啦，咪睇看到伊嘢，你同我講嘅。嗰個另外字叫做咩啊 ？graph 係咩 ？graph。冇我嗱嘟我咩看到啲嘅。你就會 grinder 看到我，是對 graph 看到我。唔是，我是嗱嘟我咩看到啲嘅。哦，我冇有啊，嘟 Romeo。哦，所以 anyway， 我同 Bruce 講，Bruce 仔啦，出嚟。Bruce 講，我人老硬嘅是個真唔知咩？了咪是我到底幫人看到我是個看到講，我看到你個你partner個。特別個驚，我最常係驚人看到你度條邊嘅。Anyway，so 我到底我只招到底你 app 會當我只字你無，我唔知道你 account 實少有個吧。我特別我就無講成日講喂你係咪啊會嚟數位立場啊，都無啊，就講緊你無講你物件。所以我實在是別去看 Snoop 別人咧。然後我是講嗰度我有。機會可能偏啲謝呢，機會就是到底邊嚟學見咯。我冇個笑掉，嗱南西巴當然就到時聽到嘅時候，我唔知攞聽到。maybe 是冇教我handle錄音，是講是 private 呢教我講，攞係叫一群人哦。伊講嘅是唔知咩 musician 嚟啊，寫歌咩物件，啊攏嚟叫啊。哦，幾百年前嘅事咯。我日本人是唔是？唔是日本係一傾個無像，日本係一傾個無像，日本係變成一隻，伊做 radio station 咧，
你日本豆腐啦，嚇，送喺等呢啊。多 SBA 啦。OK，我會記就是伊講嘅，我可唔可以聽㗎？講嘅朗朗識咋？伊講伊捌教唔知住拍。伊是拍唔知是吉他啊，是拍落嗰什麼啦 musician 啊，然後伊講把只隻咧出名嘅明星咧，講啊，住唔知住要對去教影啦，王力宏冇愛來啦，係咪物件？然後伊個教我講係咪啊？要做 demo 來叫我唱伊 demo 係咪？因為我要學我一句嚟地歌，我聽冇好聽，所以我冇唱 demo 啦。然後伊冇講愛騙我咪本啊！伊無成講愛我辛苦愛賺到鐳，還是賺下面？伊實在按香講嘅咯。所以伊成講嘅成個原因就食物啊、王力宏啊、食食啊、咩朋友啊、咩物件咯。特別成日無嘅咯。所以喺你睡咗老千咯呢？是講騙話咧？伊無教你討論，干那愛你去唱歌呢？伊本無教我拖，伊是教我講伊有做隻歌要吹人唱 demo 是實在唱俗呢嘛，都無講。你我是實在無講解，伊實彈類嘅什麼無咧？我聽歌是講伊歌無好聽啦，我咪是無唱咯 demo。無算老天，應該係咪講無聊嘛？嚇對，特別我是驚講伊用我成個我捌了是伊去老愛聽講咧。我捌阿莊呢，阿莊甲我講咩物件變咗成個朋友哪有？嗱是啦，澳門嘅嘛，比較差你是 long con 嚟啦，講 long con。嚇，做啦 long con 係有閃嘅。嚇，一般用黃力宏嘅名啊嘛。嚇對。我同你講啊，我本嚟學緊本會啊。嚇，嚟講。咁睇住我情萬件。唔係講名緊啊。唔係講名。啊，伊本時教我著女，我買菜伊直頭落伊。แล้วอิ่มสิกาวว่า 特別你捌伊啊，袂正人捌伊啊，是。我正人捌伊。我所以你捌看過正人咧，唔是假 online 嘅啦。唔是假 online 嘅，是正人。แล้ว我捌你本啊。รู้捌你本，แล้ว伊本佢夾錢則正，夾咧。邊啲好嘅人照女啊？有本，夾咧冇出聲嚇。哦，冇人甲我講本。阿妹，冇人甲我講啊嚇。我是2019嘅時。教我照，我咪猜伊，我直頭落我知伊是騙嘅，所以我咪關伊。我應該唔捌啦，這人。有人照我應該唔捌。有人照。我陣間係咪寫？我陣間寫啦，亂免講啊！我陣間寫過去嘅數了，過去嘅。當然冇啊啦，當然冇啊啦。我冇話個其人官。誒，你講打波嗰時打波，是打波嗰時打波。哦。我有照。我兩開就是OK，我問你死我梗係18年 ，OK 我話仔啊兩開。我知啦。OK 啊，即係教我想啊，即係我即係蒙查冇估啊，so 意思。老鬼照啊！我有照一類，我有照一類。你有照一類，特別做咩事你相信你咧？頭是。我也未捌人，咁以前我就捌伊啊，我是老朋友嚟。哦，所以你正識人捌伊，所以老千唔是講為咗邊你學見老。我未捌人以前我讀冊中部就是已經是捌嘅朋友嚟嘅。伊安怎老千？如果你是老千，係安怎？伊都隨時講伊未伊去 Tesco，係咧話你 voucher，係咧講即係當然唔係就一貴，係咧伊類未出過，伊個 send 伊個學我看 email 嘅 screen 啦，就對 first of all。有影正是捌嘅人，我有解 confirm 我講吼，你是唔是即個人士？你講互我聽，人做捌嘅，人做過係咩物件？我問伊，所以伊講互我聽到對於我古早讀中學點先做過嘅物件，我就所 confirm 是捌嘅朋友，就是即個人嚟嘅。所以後來我講，我同你未到啊，就你就這，你就講我。你當然到底到咯，還是？中國。我同你講咧，冇。舊年。係咪 please？and reason 咧啊，特別是我上嘅人咧。嗰是舊年嘅事嚟，舊年我哋邊兩個點先嘅事嚟咋？哦，舊年嘅咋？自控自業咩？我是自控自治。哦。仲有哪人捌嘅？哦呀，OK。แล้ว我度，แล้ว伊教我講咧，我講 OK，anyway 啊，我唔制。特別你冇聯絡啊啦。冇聯絡咧。你伊是同咪 Facebook message 你還是咩 ？Facebook message 啊。哦。แล้ว我講 OK 啦 ，never mind。
since confirm 是上一個人啦嘛，就是我捌嘅一個人啦嘛。because 伊講嘅但我未聽講，我未聽講，我未聽講伊 detail 人咗伊用咩？我冇明白，你講 Tesco 嘅咪 voucher 咪我冇明白。哦，伊就是和我講，伊協小 A 講當然物件真貴，然後伊話你有一個 email 講有一個 project，迄個 email 有寫就講我當然欠條路嘅線路，我別學路過，我就會等幾日啊 ，something like that，我看到伊 content 呢，所以後來個和我就係講伊當然做咗下面 project，就是講伊有 background 啦，講當然我欠路是 because 我有影正正有啲做工，我有啲攤路，但係當然公司欠條我線路，已經甲我講，所以伊過我看報紙，你講當然物件真貴，所以我冇你家己看一下呢。第一招本是愛150塊，我個會 survive 到我 end of this month 就已經甲我講150塊，所以我心裡面想，我 confirm 是上次掉嘅就是迄個人啊嘛，所以完了我捌安尼一年20幾年嘅朋友嚟就，我都無聯絡無半項啦，特別人本就係講伊捌邊啲學經濟一個人嘅，所以我講 OK， never mind 啦，我照路咯。特別冇用邊啲學嘅嚟名聲嚟係咪啦？伊冇講伊用邊啲學嘅名聲，伊完全用伊 personal 話伊嘅名。哦，because 是在路係你較簽嘅嘛，你感情。I mean 唔是講感情，路攞 connection 較早嘅邊啲學嘅個。對，早嘅邊啲學嘅呢是 before 邊啲學嘅呢個數嚟。所以我照佢300個，我而家照佢300個就，我照佢300個。ringgit 啊，你 ringgit 對，而且我冇心聽。because 安尼一年朋友，伊有影只安尼撲街嘅話，你話我包下手伊本身係街嘛。我照伊了過後啦，一地支過就嚟甲我討論咗。我講，我心裡面想，站喺你開住你講嘅150年就，你站喺開住是150年就，你別學你300路就，你見至古有變你才講嘅，我 something something wrong，我點樣講？你冇做好你功課咯，你甲我講你150，我都學你300了啊，你個係咪嘢個？我講我冇人哋名，伊冇做半行啦。แล้ว我是看到 email 啦，我講我當然別大學少路了，because 我冇得借 ringgit。啲 bank 裏邊，我同佢談個人揾呢，แล้ว我哋講你冇辦法啦，我冇辦法了。我聽講我一段過後，伊 every 2 to 3 days message 佢就嚟 message 我就，甚至我就在個 email 咧，我就冇看喺你 Facebook Messenger email 嚟啊，我可掉可以 unread 㗎了就，我咪睇 email 出嚟 ，because video something is wrong 咧，冇咩掉咧，你使我頭河，唔使聽嗰就，咁唔使講，一般有教我做路就，我買做伊啦。南西是上市還是較早？我只講南西而家是較早，伊是只講191100只講9誒。哦 ，before pandemic 就有啊啦。before pandemic，嗰邊啊，以前搞什麼咯？一特人100個，所以啊，一般搞100個，無興，搞100個，搞人800個誒。แล้ว你先學100個都無興，你本無拉沙，都是咯。你看一一家12人100個。情歌咯，晒冷照不夠啊嘛，咁冇時都識10 can 啊，一時 number game 嘛，所以10 can 要換，即是特啲嘢就係有你留錢時候，一部收過嘢，即是特人8個，你看咯，所以我無興，人本無插，人無可能為100個字對路批看本嘛。我 feel 到要顧啲人嘅。即係 WhatsApp group 裏邊嗰陣，我 feel 到啦 ，one of the numbers 啦，我唔知住，我唔知 ，because 依個係 text 我啲我 Korean number 咯就，阿because 有我 Korean number，你達到是 WhatsApp 裏邊 group 嘅啦，梗看到，我係 +82嘅咯就，我個唔是6行嘅，迄個電話俾咯就，我阿龍你加講伊嘅 number 是何邊咩何邊？伊嘅嘅啦，我講。I don't feel funny at all. Thank you. Oh, we feel very funny. 我先serious topic 啦。等陣，never forget to make funny。到嘅嗬，感覺到第一部 funny 就是人感覺第一 funny 啊。I don't feel any funny at all. 來，好不？你一個你會照嘅人解講，你係生話。生綠。以前我未見過俾有咗。我 block 咗啊。安尼好笑，我真悶笑。我實是冇 block，我實是唔知是掉，即係 message unread 咯，冇關係咯。你都錄嘢啊？5年嘅事嚟 ，OK。等陣你除掉時，我都看我
我翁送回來啊。知道是送食回，我甲芳蝦米物件，我毋知伊夾，特別我厝只物件，我特別我毋知要送啊，我咪回。Food Camp 開張，哇！蝦米件啊？毋知物件嚟喎。我咪知，本來我搖，但係我都搖啊。Oh, it's a Polish sausage. Wow. Polish sausage 有菜，你有話買 Polish sausage 呢個菜，塔落呢條，一啲隻名差不了。呢個菜哦，唔會想 yakisoba 米，哇哦！哇！呢隻臭味，哦，個 corn 入邊啊，你看啦，伊 high class 一 can， 佢又冇成 combination 咧，好料呢個。哦。個 con 到對面，誒，你知係咩事喎？伊啊，特擺要看咧 YouTube 嚇，看咧日本人咩 travel 咧去食啊，所以做物件跟他就想，看到日本人一隻物件，你話個嚇，你話個菜喎？大概7801咧，700咧。跟住後背冇了嗎？啊？跟住後背冇了嗎？冇啦，一直啲後背咯。這是 daily，這是 message 咯，700咧。幾點啊？就是。幾點講？我做事，sorry，做事。係咪年？你大隻後背嘛唔在。哦 ，actually 唔對啊，唔是自講自年啊，是自講自一年12個月數嚟，12個 after Christmas。我就講到自講自。呢段時間係半夜咁寫係嘛？啊是咩？too much information。too much。問咧，我已經整啦，我琴家整得好咧，咁 OK。冇，等陣，南西，this is our turn 講，我冇翻嚟翻 news 啊。I don't think it's funny。我冇 feel 到翻 news 你一到嘅就俾笑先，哇！阿 John，即係講不能 blues 條啦，嚟年多啊。Jeffrey 跟他做咩見面我知呢？你話你做做我你菜 Jeffrey 表係你菜啱啊，啱呢邊㗎。條成日咩咯？嗱，做你先諗下知你面去知先啦。冇啦，哎呦，先諗下知面就只學細啊 ，please。冇啊，打開硬片啊，講，you know I went back to Penang。Jeffrey only make me this, you know. No 嘅料，no 嘅料，冇料，no extra。No chicken，你叫咩 chicken no chicken curry 嚇。冇啊，家頭嘅講，人哋講係咪基本好已經冇關類數了嘅。對，跟都冇關係，即係咩嘢？冇關係啊，都唔問講。你睇我講嘛，我照意類是 because 伊是我係留等我。對。係，你問講啊，是唔是我係我安裝都唔問時候，我諗從即係唔是跟都冇關係，即係唔夾 please。但是用跟都冇關係，話往渣渣度打好都聽下咯。你話渣渣度出緊咯 episode。我隨講，我講啲拜時咩講，拜二咩講，拜五咩講，還是講gì？還是講啦。Clubhouse 會講，Clubhouse 講個了嚇。我冇講到數啊嘛，講嚟做咩？有啊。我覺得講好似真係寫住嚟 Clubhouse 啦就好啊。改講啦，直頭改講。哦，我有都會講屬於講嘛，我有都會講。對號做啦。Because 好聽嘛 ，because 王菲就funny 嗰時候。好得意咯。你加做你咪加講咯，伊唔加嚟啊啦，你愛一腳人 disappear 咧，然後你就一類特叫全部轉嚟嘅。誒冇咯，咁你慢慢講 ，OK？我照啦，你哋對面係都錯。你特別咩事啊？你真係啊！你咩拖女啊？不如食個女強面款啊！不如講出女人只巴閉 ，OK？你解拖一定要冇轉嘅。咁波女呢？你去亂喺面見300塊呢喎，阿龍都對唔住。300塊就落浪興。我唔係你20幾年朋友，你做我300塊，你安尼堆掉嚟搞我300塊唔是女啊？300塊唔是女啊？講下300塊條路嚟講成個面見啊！即係一頓都冇搞啊啦。300個咧是講後尾河波是河波嚟啦。
你較這類嘅小英文出啊，同你講嚇。阿龍，你講300塊是迄個報紙是300塊，特別你 interest 較濟個，當然你是解對 interesting。有咯。啊，800塊當然，計講。冇幾類嘅咩？冇幾類嘅。特別要幾時？但係我時你哋講，你買嚟炒蛋黃時哋我見嘅咯，所以所以見住講時你講數據啊，但係嘅邊啲學嘅國家係俾佢特別注意咯。但係我住嗰度講下，以前我是邊啲學嘅裏邊嘅啊，最主要。我頭先講就冇插一住住。南西又好，毛毛菇又好，牙龍又好，豆嘅又好，佢最出最嘅都著佢行，唔行著。嚟 house 講，嚟 house 講，嚟 house 掉，佢邊咧學嘅 house 每話就成，誒南西咪搞著女人冇嘢啊嚇。做 crowdfunding 嘅嘛，做 crowdfunding 照。crowdfunding 嘅個，誒最主要照女喎，啲 clubhouse 佢幫，一人照，你買佢幫嘅話，你冇照。一個人照女會使照嘅事，我佢出搞照女。我冇拍少少，真的。我冇拍少少咯。但是講我佢出照都嚟照。上地嘅主切南咪即係面頭都照。我叫梅利子啊，阿 John 咪數啊，搞笑梅利。可以知數。誒，但是講下我究竟係佢出嘅照女嚟講啊，我係邊配是貼嘅隻咩？對咯，換一時真係大數咯。傾向釣女咯，我傾向釣女我都唔知講我係開出個人釣女嘅本。喂，邊啲學嘅我是未 ，maybe 我小學不個人釣女嘅啫。阿咪釣女成日講各位指釣女啊，是我興嘅你冇想啊。成日講釣女，我不知道。興嘅 US dollar， 開女開個料，我不知道，只是人。你等買物件咪算啦嚇，其實講我一直照個撥買物件你冇算。我不照類一道啦，是我買厝嘅事，我係頭機，我不個人照類過。然後我感覺到真正欠人只濟啊！你看，因為都是我係家己人，一直咁慣出類好話嗬。所以變做因為我唔知我只坎坷啦，可能做亂，但是講係300舊家邊啲學見，到我個啷開喙嘅類嚟講係就是講 something 就係wrong，我特別去考試佢幫潛想。做類真正裝，做類有人做類是一做類學路俾出事學路轉者，唔是叫。對，我有興意，我唔知是三個月之啊6個月之，你就係唔是？伊唔是講。我係女部，伊是都好，伊講講你學較濟，然後你就免學你 premium，唔係你 insurance，你 mortgage insurance，伊講我做了你學變做你得地學較濟，你興我免算你來錢，你直頭興我女對啊，伊講你會做一個月內面你興我一筆女，所以我講唔知是6個月嘅時候我興意，所以我特6個月我興意咯，所以講咁問。我今日學你談嚟，正當時講嚟自呢嘅。我今日叫你學你用興嘅即係你寫一筆類，就變咗成個意談掉，人哋看到就係講。所以意思好心做好啊，我們特別揀啦意思，就是講我自己人，我真正親你嘅人。所以我一本無啦，實講我特別欠你一條正嘅意思無，意思原來正被當下手話啦。特別我應該會記掉嘅。即係我會記掉，領導時都真係辦不成，把你個出嚟做工啦，冇咩類未處啊嗬，學頭記咪學個了上啊，你存你類個了冇個了現啊，可能就係。對，because 未處是真多數嘅，你有時傾家蕩產，隔了你拼個了出嚟。我了解，因為我冇個人不要出啊，你隔了拼個出嚟。阿張已經叫我100,000啫，我英文係記錄本呢。調都冇調，有得掂橋，冇調，冇可調。move to audience 就 move to audience 啊！你看到 Jeffrey 落去啊！誒，我同你講，啲個人是有一部好一部先啦，有一種係你 mindset 嘅。因為我做 citizen 嘅話啦，我未去參加樣嘅如果 social program 嘅時候，就是講俾讀冊嘅，讀出習證。就是 Korean culture、Korean society 咁嘅，有 textbook 嘅。依幾條有一 part 咧是講到銀行
了伊邊有講到借類嘅隻物件，就講到 loan、personal loan 啦，係咪佢無相關嘅當 life 學啦人嘅you know daily life 裏無相關嘅 loan 啲特別個借類，咧有一把是講嗬，啲 Korea 那是你借類學人嘅話啦，你 you have full rights 啊，佢叫伊簽一條紙嘅你就是講我借你幾號借嘅，或者幾號俾錢你，或者俾簽名作晒嘅你所以講這裡是 protected by Korea law 嘅，變咗 Korea society 啊，人嘅社會啊，但係人本就係講，我借你學你，就特別簽一條紙嘅，所以人有安尼關係一個 mindset 啲一邊嘅，即係冇成講講，你講我借我10,000塊啊，我唔是講借我啊講10,000塊，貴少學你安尼耍咧嘛，你人邊人嘅人就只講有人。白紙學字意思啊，條講你第時借我你教會教咋你，咱人 feel 到，咱人 feel 到上感情就講對唔對？咁我就成個呢度食啊，呢個，呢度食大關嘅明星，冇攞加伊嘅中國硬離婚啊，แล้วอีก出嚟，你咯，你條裝。超乖啊，超乖啊！嚇，冇啦，唔係要超乖，俾一開始做戲嘅，只有好嘢。伊硬嘅因年我不是18咧，18咧。我俾每路人一個問題，做咩事啊？亞洲嘅人啊，規隻愛甲朋友借錢，特別買去銀行借錢，我未明白，做咩事你買去銀行？因借未到錢嘛，因無在度借嘛。因借未到錢，because 你借你特別你特別有 guarantee whatever 嘛。你特別有 income。你 document make sure 講你當然是under employment of 蝦米 company 嘅，以後你係攞借，你哋有安尼款嘅 document 去 prove 講我是會行這類嘅，你哋未 prove 嘛？銀行就係冇 prove for 你嘛？哦，意思去銀行未借了，未借嘅對。哦 ，OK。對。and then 第二點就是銀行有條利息，你個朋友借伊無條你 interest 嘛？哦。對，朋友，老實講，你都夾朋友做你，朋友做你，朋友話我係先，是咩？是咩？誒，講起銀行借錢啊，我有淡薄物件講。嚇，講起銀行借錢嗬，我有物件愛講。合掉咩本潮？是咩？係啦，是啦。係啦，是啦，係咩？係咩？用英文嚟。OK，用英文仔。嗱，講起銀行借錢，嚟我就冇物件講。嗱，嚟講對，又講落去啦，呢度就係嘢水鬼，都講落去啦。頭先阿三laksa 有梅曉，阿三laksa 係曉。對。嚇，哦，我同你講，我話你看你。我話你可能經驗，就是咧嗬，伊人嘅要求啊，嗬是真正濟，所以成日講我人做 freelance 嘅人啦，嗬，แล้ว有當時有時想愛借錢那時候嗬，我話你愛 provide 你愛可以真正濟迄個 document，แล้ว個有就是伊愛看你有行 EPF 咧，啊無你就是你 SSM 啦，แล้ว係咪個有就是你 income tax 啊，一大堆物件嚇，แล้ว個有 bank statement 個就俾，若是講你是家己做嘅你 sometimes 愛落幾日到一年內邊嘅 bank statement 所在哦。對。所以變咗真正麻煩咯，แล้ว你若是講安尼麻煩嚟講，你無多好甲朋友借咩？怪物件按可以一隻地。特別係啦，麻煩事。對我嚟講啦，借錢是一大件事，是一無面水嘅物件，所以就是一大事。So those are the things that to prove that 你是有影欠用 ，that's why 你個愛去借。若是你無有影正式欠用。你都未去甲人借嘛？特人欠用錢嘅啦，是講我問題是你物件銀行銀行嘛，你無銀行銀行，你未就銀行就未借錢啦嘛，對。Hello。誒呢，銀行借錢嗬，你唔是因為你欠用錢嘅嘛？唔是因為講我同佢撲街咧，我欠用錢咯，無錢就賠了。伊唔是佢一種嘅，伊是 loan 嚟咗，伊唔是借錢咗，伊是 loan 嚟嘅。所以應該是你做生意啦，還是你買厝啦 ，whatever 嚇，開公司嚇，即係是 quite
official 嘅一個 reason 嚟嘛，伊唔是應該講我仆街咧，我冇累10半嘅當佢見他未做到嘅，馬路佢哋講就係人，佢哋個風嘅話就不上輪嘅嘛。maybe 我是講啊，若是講你有影是無累10半，你去借累啊，你是未還嘅嘛，所以你去講你去甲人借累就唔對，你應該是甲人拖累，你唔是甲人借累。冇啦，有會做本嘢就講，我就講你講係你做朋友，伊嘅 case 就是講，伊嘅 project 當然是啲行條嘅，季節伊個係行條伊嘅 wages。所以講嚇，你是想南西講，迄個是賺累，是當金是互你 cash flow， 你 cash flow 掉太，所以賺互你 cash flow。對咧，有人是用借累嘅辦法嚟打入你門口，了是借了是無形嘅，特別伊咁樣。伊歹聽嘛，人買甲伊 entertain 伊嘛，我無甲你寄累啦，我只甲你借累爾，我行你嘅物件，你嘛是互伊咯。你這是去開喙講，我去向累，我是袂趁行着嘅。特別我要甲你討，迄你個無相哇，我感覺着迄你甲歹，伊是 con 嘛，伊是要留錢嘛，伊要去食濟煮嘅。你食濟煮講啊，你我袂啊，我無夠累，你互我互我但無累，伊袂揣着那濟煮。你講借累有可能揣着較濟煮。我是啦，我時候我做咩啦？要聽這個學緊報告時，要聽這個報告時，伊同我 text 我講阿龍，你講甲你困你才做累咧時候，我俾甲你困。哎呦 ，I don't know how to react。特別你我買袂使。佢講，你啲報告上面講嘅是真啊，甲你困你才做累咧時候。你看人文係嗰啲。特別當件事講借累是驚。冇啦，留錢啦，講留錢。留錢代佢叫你，你講借累咪就是講可能留累嘅事。你剛剛咪講過啊嘛。你可能留佢，佢你留嘅人喎。你未記嘅咩？你喺你冷隊 KIA 啦，你硬係俾考累你叫。嚇？話你唔是話留貴咩？唔是話人簽貴咩？我可能簽貴啊咪。我冇未記啊喎，可能偏色偏財啊，偏財偏色啊，冇偏色偏財呢？一講係除佬咧，人嚟㗎 KIA 咧，講條大亨條咧，條河類啦，咪鬼 visa 啦。哦，係你人條工佚佗伊嘅，係你是我嘅 friend，特別我冇有安尼款嘅 case， 特別我是知了嘅啦，แล้ว我是條工。佚佗伊看，到底伊人愛安怎？伊人嘅迄個把戲是蝦米嘛？然後本是上本嘅咯，就是到KLIA 那時嘛 phone 啊，然後講哦伊累啊，就摸數啊，咪幾安尼款嘅物件啦。特別吼，我愛講嘅是money game 啊，算咗是撈錢咯，然後伊 suddenly 無地氣哦，你撈。我甲你講有一幫啊是人變人真正興 money game 就有一幫啊是，了啊有一個上個反啊那款啊吼，了我表哥咧就招我咯就，แล้ว伊講哇伊already賺到對本錢了啊，係咪啊那款咯，แล้ว頭那時呢就講100美金爾。OK， 你會使 test 看啦，100美金啦。แล้ว然後伊 every month 伊逐個禮拜伊就入累了誒。แล้ว你咪看到你累有入咯對哦，特別100美金呀嘛，所以伊入累本無濟啦。แล้ว特別人不是貪本哈，咱想看講應該是真正安全呀嘛吼，แล้ว直頭甲伊下。上個是7000啊，那款條上個是7000美金啊！冇馬幣人馬來西亞啦暫時3號幾啊，對，所以2000美金。對，แล้วมาแห่落去咯，แล้วแห่落去啊嗬，2個禮拜呢，你人失蹤去啊！แล้ว我根石頭冇掉咯，你人實在你冇地去啦嘛，แล้ว個表緊哦。我個再講我身邊嘅朋友啊，有嘅啊係10,000落去咗，咱馬來西亞累10,000嘅本有，20,000嘅本有，然後佢哋人就失蹤去啊。然後安怎你無，即你無
你是學伊啊，伊唔是好像一部抓薄咩啦？伊無真係講我啊，無落因為講 online 啊。無伊個咧物件是 online，你做 online 嚟面吼，你會使 check 你個嘅 account，特別呢，即個物件個咧是伊人 set up 嘅嘛，伊 suddenly 伊 website 無地去喎。哦。你知哦，แล้วก็แล้ว物件本無去，แล้ว伊人有一個 WeChat group 嘅嘛吼，伊 WeChat group 啊，伊 suddenly 無 reply 咯，你問下咩物件，伊本無 reply 咯。嚇，你是講 investment 啊？人講到 invest 啊，都係對，特別咧應該是崩盤啊，係咪人講？係咩盤？崩盤啊，一盤做了嘛嚇。伊是人講嘅 Ponzi scheme 就對啊啦。similar，這邊真濟，這邊真濟。嚇是啊，你嗰邊本有嘅啊？我聽有咗真係冇嘅。哎呦，即係美國製咯咧。咁咧，伊是安尼款，伊 because 你去銀行就是你去銀行啊，伊真濟 document 啫嘛，所以 that's why 頭媽。話講真濟數，所以真濟人啊！哎呀，我買 documents，伊嘛是起成一個細公司咯。你細公司，你成簽一條紙啊，反正逐項都會做了嘛。所以伊就撈你日頭先，互你1000塊，你就互你像你一個月會加到真濟類。所以你嘛直直要來做參我嘛直係較濟咯。然後你逐個月伊捌你淡薄時啊，伊就慢慢加你嘅 information。所以伊知你阿家有幾咗，你伊阿家知講你搭咗濟，你本錢啊，可能搭咗濟，所以伊撈家你點聲搞咧是伊就잡不了，伊搞伊撈知講你500,000啊，伊撈家你阿家300,000嘅是伊就走了，伊就走了，然後伊佫去別位伊佫再開一個公司，了伊睇到你嘅時啊，伊知講你有類人啊。你朋友本是有類嘅，你無類，你朋友本是無類嘅，所以伊若是知講你阿個安款嘅人啊，就叫你介紹你朋友，แล้ว你人是做好事嘛，人嘛介紹人嘅朋友親戚入去咯，所以伊夾甲伊阿個伊搞咧是伊就잡不。對咯，就是安尼款嘅咯。拜聽。我會講這物件咧，啥樣是個這是開咧身量不合嘅嘛，所以even 都伊無走吼，你輸袂着伊們誒，你輸公司呢。I see，身量不合是講，伊無用伊名。因為 private limited 嚟 by shareholding 嘅，by the share。嗰隻行我 share 就是攞把度 pen by。Not only 類啦，類 also 啦 ，but also product。哦，講下，你俾物件好多機會啊！我掉嘅是 skincare 嘅 product 嘅，因為樣 skincare product 一般是上個安尼 direct marketing 嘅 skincare 嘅款嘅啦。啲 skincare 嗬，actually 我看到真濟人 share 到上個 social media 啦。伊話是講啊，真係好用咯，用啊，Louis Skin 嚟安尼啊，我 from Louis Skin from 真係介啊，本一邊個真係係咪啊？我哋話I mean for some time 我 already 看到本隻隻，一suddenly one of my friend who carry the product 要買，因為我看到啲 advertisement 啊，有啲安尼好料啊，啲 skincare，你講哦是哦，我用我 sister 用啊，有啲是好喎，我 OK，so since 你是我朋友，你有做。OK，我嘛甲你買咯 ，because at least someone 相信嘅嘛。我嘛甲伊買咯，買啊用，OK 哦，有陣是好喎，咁嘛 continue 用咯，用個I think 我一年啊，那 after that 伊甲你無會，嚇，伊甲你無會，有陣 skincare 是安尼嘛，有陣用關係有陣你無會去，咁嘛無限用啊嘛是點對咯。如果 OK，咪見你使成俾50%係咪物件等回來 make full payment 嚇，安尼啦嚇，假如講 pre order 係成啦係咪嘅物件？咱講咱用好用嘅啦嘛 pre order 咯，你話我 friend 嗰邊嗬，一般是呀 payment 真係 from friends and customer 係咪嘅？伊短伊大基本是有好處類嘢咗。
So the manufacturer or the founder of the right now 公司交交long and long order long 好累交交 then after that 來啊 report 出來講伊個 product 咧是無 license 嘅แล้ว有人 complain 講用啊แล้ว我人哋用嘅嗬有個人停啊嗬有啲有 skin problem 嘅伊樣病甲國家成日你 skin 病國家解起嘅呢我不有啊 start key rashes 啊你無用嘅 product start key rashes so the report come out 講伊個 product 裏邊咧有 antibiotic 嘅伊 antibiotic 有 steroid 所以我 stay 唔驚你用嘅時啊嗬是 OK but when you stop 嘅時啊your skin reaction start 嚟啊就你成個 drug 啊，你成個 drug abuse 嘅咯，你成個 overuse 啊可以過嚟 ，so 呢個可以啊 ，already pre order 咧，我 friend 本齊講咯 ，because 伊類伊個 customer 也類伊類本嚟點落去啊，伊本掉樓啊，伊佢真先做事本短真只借去嘅就，伊 from 做工啊，變個無做工去做負擔on the 物件就。所以這種應該冇算做是撈類啦。伊公司撈伊咩？伊是 just 迄個 product 是無良性嘅 product 嚟嘅。然後一個講講睇下伊個頭家 the founder 嗬，講講路人家了係安尼嗬，那是有人有 face the skin problem 係咪？你係 direct WeChat 伊。I'm not going to respond to it. So after that 你 WeChat 伊，你 message 嗬伊嗬，伊 reply 你 in Chinese， 你講我無 understand， 所以講你會曉聽還是你 only 袂曉讀咩物件？我袂曉讀聽，我會曉聽淡薄，所以就甲你講話咯，講話是中國聽嘅。然後就講我人 product 是安尼，人講我人誒係咪安尼咧？我陪你到對咯，係咪物件？但我未陪你買你，我陪你買 product。我講安尼，我用你 product，我覺得你 product 安尼，我陪你覺得用到對你 product 咧嘛。好巧。呢個有 send 物件佢咧嚟，咪就係把你加用我咪攞，我唔開用啊嘛。然後把 I think 掉解解，人咧就是 customer， 我有 pre order 攞三罐安尼啦，把掉解解是 those that carry 伊個 product 嘅咯。應該就係咁咯。我諗你俾 branded 物件買俾人哋，有啦，你唔同我對睇見同埋你講是點解小公司啊？唔知是你嘅喎。小公司啊，我介紹咪聽俾貴嘛。冇，你介紹我俾是有下你 brand 到冇嘅嘛？你話我唔是你佢咧講下俾咧，你撈人嘅小公司是冇啊？Amazon 嘛真係這樣嘅工具，你知啊 ？Amazon 伊人 because Amazon 是這樣 marketplace 嘅嘛，所以有third party seller 嘅嘛，所以有 Amazon because 伊公司安尼大咧，伊有家己嘅 warehouse 上面，所以伊互你 third party seller 賣物件，特別伊會回嘅了是貴伊 warehouse 嘅咋，所以你買到 Amazon 嘅時候，你唔知用是即個是 Amazon carry 啊是係你 manufacturer send 嚟，還是你 third party send 嚟 ？Because 你 sometimes 會掉你看 reviews 伊人講即個看咧成個係你正漂，特別伊特別便宜，啊無伊 packaging a bit weird，like 淡薄無相嚇。意思還是伊係你texture，let's say skincare 啦，係咪？或者成日淡薄怪淡薄啊。怪淡薄，似一隻咯，即 Amazon scam 就即。點知個 Amazon 嗬？我即我就我 clubhouse 話特別是做 roadcaster pro 嘅 room 嘛，要拜字先。然後有一個人起來甲我講咯，阿咪伊是甲我講咯，我真是唔真是我唔知啦，只是我聽伊講，我對伊講啊。伊講伊到底Amazon 裏邊，伊講伊邊啊頭早條 scam。伊買我要內 model 就是舊嘅 model 就是新嘅 model， 所以伊講伊買舊嘅 model， 然後伊會寄互伊來嘅時候，伊是伊嘅啦，即係伊 product 特別人面嗰陣時
你300個了，成日係巴肚啊，我有聽到，哈，你有聽到好，你有知你，我有聽到，我有知，伊講喺你啊是水特別內邊可是300亂亂伊講過係咪個 cable 啦 ，USB cable 啦，係咪嗰300個咧係到邊？即係可能可能每月咁樣啲人換而咯，未必咯。所以伊度講。伊咪是 contact Amazon 咯 ，because 你到底 Amazon 嚟俾，你講 Amazon research 一個部門上線嘅喎，所以伊講伊度只，伊成日講我未，你未 proof 講，這是唔是有影只正是夾來是成日款嘛？你度起行喺度 contact Road 咯 ，Road 是做佢哋 Roadcaster Pro 嘅公司咯，伊個講啊，樣係好啊，伊 customer service 就係講sorry 啊，講你 experience 係唔好，往夾一粒線嘅，一夾啲線嘅 model 係伊啊。對，海鮮呢？唔知而家每日啦，但以前嚟香港講咧，片網都是冇，我唔知談係咪啦嚇，just for fun 嘅咯。特別我要嚟講，你嚟講咯，所以quite interesting 乜啊 ？Amazon 好，當時你看伊，我 usually 當劍啦，但是伊唔是伊無 Prime 嘅嚇，我無咪買嘅其實。是啊，但是我skincare 呢咪見到 internet 咧。Because 你 scammer 啲係啦，你唔知用做想嘅，呢部 official store 嘅咩？就係黃比嗰邊 official store 啊嘛。我知道我本是掉的，我買血水，我啲 Amazon 買血水，แล้ว伊血水請起來 OK 啦，แล้ว一邊拍睇去，แล้ว嘛是國際 reorder 咯，แล้ว我 reorder 來是啊根本無像你看到啊，你再講是。knock off 嘅幫佢回啊，แล้ว我嘛是教你人講我買咯，我俾 return 啦，แล้ว我俾 return 時，伊唔係嫌我累 because 伊是 third party，แล้ว伊啲 frustrate 我 like 叫我翕小影啦，係咪我做緊แล้ว伊個唔係嫌拖來拖去12 weeks 咗，我被打閒了，我是 because 我一把，我講哎呀，你幾十塊比。嗱，咁買麻煩啦，有一買麻煩，你直頭幫你刮索錢肯定啦。我頭晚人講咯，你幾百塊啊，人可以。特別你點先邊較濟？我人講你，我係騙先呢，你若是愛累，你甲我講，你愛拖累，特別你買騙我講，你愛借累，我是安款嘅人。所以，愛學咁問學，你買嚟拍樓啊？你正式甲我講，我會學你，特別你買假死安款嘅物件，所以我特別我就特到。計聯絡啦 email 寫咧，我收咗了起來就一個 folder 我直頭拍電話去甲 Amazon 咯，Amazon 貼伊規個 website 咁了冇咗了，我甲 Amazon 講，我講這裡是 principle of conducting business， 我講若是學 Jeff Bezos 聽到安款嘅話，一定着頭閪名聲咯，我在銀行做工，我講這裡 practice 我第無數㗎 ，that is why I was collecting all the data， 我講我直頭當金送互你去。我就寄去，伊就寄去，可以 supervisor 看。伊甲我講，伊講真 sorry， 伊互我迄個鐳，直頭互我迄個鐳。伊甲我講明仔，伊講你會使 check。伊講明仔 within 24 hours the website will be down。明 within 24 hours， 伊規個 website 貼落來，迄個人有3000個 products 無㗎了。我真歡喜哦！我真無輸甲撈錢，我真正無輸甲撈錢。世界真濟人啊，是有良心、有好心。你本人是真是欠用啊！你甲人講真是我欠用，定着有人會幫助你。但你無需要騙感情，你無需要騙信用。安尼款嘅物件，我頂無輸甲。我昨昏無你甲看到啦，昨昏我捌看到人講白咧，你叫咩啊 ？AirPods 2啊，是假嘅，甲正嘅講白。伊清差淡薄，伊 font 淡薄無像淡薄，啊！比做真像嘅喎。人夠老啊，嗰個。Apple Pencil 冇有，所以我淡薄往時我無咪加錢差別啊。頂住是，我 OK，這裡唔是線呐。我教佢只是講伊個 experience already 無好咧，變做我。直頭無爽嘅一個 experience， 所以我係只對買一個物件，到啲 website 位，到啲咧，一直見拿一套袋啦，唔係講係咪票啊？未必喺度講喎，講個人個仔。嘟啦，有一個嘟嘅啦。OK，咪做 Me 嘟，哎呀，死成個咩名？Me 嘟 3。你有意思寫住
伊寫隻 robot 你看了，伊隻特別我係知講，伊是看到人是而家隻好嘅人用咗好嘅介紹，特別淡薄 fishy 啊 ，OK， 我隻買到底我伊嘅 website 買嘅時，伊嘅 website 講是 Black Friday sale， 靠到這裡我只講咪買，你知我特別我是提我之後你就喺度整，所以我咪是買咗幾下藥，企教隻教時，伊嘅 screen 冇好勢，未到，有聲特別 screen 未好勢，然後。為咗俾俾學 Christmas 用嘛，特別都唔一派啊，所以叫你 return 做 return，我講伊 exchange 上面，夾興意嗰時，伊學往 refund 咧，叫往貴 order 貴，所以我講 order，我頭我知道除掉到啲 Amazon 會除掉 ，Amazon 除掉伊會嗰個辦意喎，上嘅會啦，然後我唔是講伊中國，到底中國做咩㗎啦，就是冇開 iPhone 就是中國做，所以。伊個寄來嘅 address 到底中國會寄來，所以到底 Amazon 會寄來。伊寄來啊，嗬，往貴好累貴，特別伊較辦依個伊 Black Friday 嘅 sale 個 ，OK， 所以就咩事 Black Friday 嘅 sale 是假啦。阿咪唔是講假啦，伊成是特擺冇 sale 啦。然後伊就寄來啦，就寄來，我就甲伊就甲我係是為止對啊，對馬來西亞，伊就甲我係查某孫講，你係。伊寄來 Amazon 寄來講伊 attempted delivery， 講伊要去送貨，特別無人接。你我看伊點聲，半暝12點05分，冇人送貨，半暝12點05分送去。我講 maybe 是中國嘅點聲嚇 ，because it's cheaper 是中國嘅嘛。然後 the next day， 然後我係查某孫就講，咦唔知係淡薄 fishy 嘅呢。然後是 next day， 伊個甲我講，我早去幫曬時，我看到我小陳電話講，delivered 了。然後我講伊 deliver 我講，安怎無收單？我係查某孫，伊厝頭就有 camera 嘛，伊係咧 ring 嘅 camera， 所以知人來寄貨時知嘛。伊講無 notification， 所以走去看無 possible。然後我就睇伊 tracking number， 走去家己伊個 web， 我即係你去咧 Safari 上面都綁個 tracking number， 你明知講係全部是全部好，伊吹好路嘛。所以我就去 track 掉，一就 track 一寄去 Florida。deliver 去 Florida 唔對 address，so 我一頭 phone contact Amazon， 甲 Amazon 講伊樣寄去 Florida， 我講我淡薄 fishy 我買啊，伊講唔要緊你行我，所以行我旅遊我個就係快本來一頭，我就係講伊無講 question 我上面就講，伊講 since 你甲我講伊寄去唔對 address， 我就係講你 order 是到你 address， 伊樣 must have done some research 啦。伊講一個無寄後路 address， 所以伊就行我類。我 share 一項物件我掉嘅啦，但係我無贏，我未看伊個 website。我 because 我接 Canada 正冷嘛，所以我買正濟迄種 merino wool 嘅物件，嚟嚟布啊，嚟衫啦，咁嘅物件。所以我就 compare price 咯。แล้ว我就看到一個 website 啦，伊銷因伊票啊是上嘅票，但係伊是比金。Amazon 賣40塊美金啦，伊賣30塊美金。แล้ว我就 group 正濟 head 啦，係咪貴啦？100幾塊 US 啊，我嘛訂到一個 website 訂咯。แล้ว伊就講伊有係 tracking number， 特別啊，伊撈嘅時，你知伊安怎撈？我反正你我 half a second 我去夾下，你看一夾你啊！有啦，唔知啦，其實撈錢嚟講㗎，你知哦。no episode 啦，點正一等個，讓一啲人笑得直接俾講撈錢嚟，咁樣嚟講。所以我咪聽唔知160幾塊 US 嘅物件，㗎了咯，我咁貴貴㗎了，是有影是，特別伊邦語，伊唔是講邦語咁離譜咯，就伊邦語嚟，咁薄啦，because 伊中國來嘛，伊寄即個四季卡爹，卡爹啦，我係你看啦，寄即個手指好啊。特別即個東西我訂嘅對，所以了我嘛是改小名咯。我改小名是一直講伊有 tracking number， 伊 prove that 伊寄了咗，特別伊寄嘅貨唔是我 order 嘅，唔對貨。So look at 伊真袂贏 ，because they use proof. The proof is it has been delivered. But look at 了伊嘅 website 啦，你訂了嘅時啊，我都是講冇 confirmation， 我冇 print。哦，啲 website 啦，你冇攤 trace 哦，你訂了就冚了嘅時啊，伊 web page 未起來啊，
that is the 做人講咩 flight by night。所以一 website 出來啦，幾個月啊，一收伊 order 個了，一度冚掂啊，一度走了。所以我就幾啱行咯。แล้ว because 我多件行，我每日特別做安款嘅物件，所以我會曉伊 procedure 嘅嘛。我打電話去甲你 credit card 嘅 company 講啦。dispute 啦，伊。我 dispute 啦，我講 the one thing that I did wrong was 我冇 print， 我只係冇 print 了啊，當今我冇了咗。冇證據。我去 Google 嚟之下，真濟人講啊，伊人有 problem， 所以我甲迄個 credit card 嘅 company 講，我當今我冇 proof 啊，特別我去 Google 嘅物件，了我甲伊講咧時啊，伊聽了有道理咯，伊還我迄個鐳，伊還我嘅鐳嚇，伊還我嘅鐳，了伊講 because 你 merchant 愛摕鐳嘅時，伊人 merchant 特別有特別有一個 merchant number 嘅，所以伊甲我講，伊係迄個 merchant number in 伊人嘅 blacklist， 所以後尾迄個 merchant 去request 鐳嘅時啊。It will show up, and then which means it will trigger an extra level of protection. 我講一騙我 ，right？ 160塊 US 啦。了我會看到，我再講伊是中國 ，because 伊 credit card 嘅時伊有做 exchange 係咪個了嘅嘛？了我甲你人講，我袂贏 is because 伊直直講伊有 tracking number。我講特別伊驚物件了嚇，你 email 嘅時啊，迄個人 frustrated 了，伊無讀你 email 了，伊咪甲你 correspond 了。我講了我袂做半項。特別我係鐳我夾到端啦，特別。แล้วก็ทันค่าย卡啲手指。別到時我係使，啥物人愛判使，我判使送互你人，但係所以佢大這邊個3年啊，我掉這個3年啊。卡啲你使 black elephant，black elephant 唔啦 white elephant。喂，你知啦，中國人嘅物件乜嘢正嘅，我未看到。面是假啦。誒，買你款有正本嘅。啊，是正。แล้วอีติกว่าก้องอีติกว่าก้องว่าเกียแล้วว่า approve ว่าแล้วว่าไก่ก้องลุย product 唔是แต่บิดาอีไม่ respond เนี่ยอีไม่ respond ว่าไปชกพวกหัง and อี website พุ่มโบแล้วอี website พุ่มโบแล้ว你做掉咗阿什垃圾你隔離 bank 講你依然 bank 㗎แล้ว有 blacklist 物件所以係就別人啊，唔到呢事。我心裡想咗，你想講 OK， 像人講啦，人會跌過啊，人可能50塊，人嘅良心，人咪想講，哎呀，別人囡仔無顧靈靈了，人暗暝半未困，特別有啲人唔是安尼款到啫，像有啲人伊有300塊啦，伊互你一個50塊，伊剩250塊呢，伊家己囡仔無通食肉，就通食菜，所以我直直想咧，我直直唔甘願，吞未落一口氣。我心裡想啦，安尼這工做啊，人啊是。真少人會枵死嘅，你若是會做工嘅人，真少是啥 temporary 人無鐳啊，人甲少鐳嚇，人會跌過啊，人都 OK 啊嘛。แล้ว我直就想就袂咯，แล้ว我甲你人講，我講當今伊 website 本無去啊，แล้ว我安怎好？แล้ว我講伊騙我160塊 US 不要緊啊，伊毋知騙幾百千啊，所以伊人去 trace 嘅時，伊人講，伊人捌聽過啊，反伊人開啊 ，like。伊人 register， 我過去找你 registration website 位咯啫。伊 register 了嘅時啊，伊有 domain 嘅嘛，伊 domain 冇好去了。所以伊人 credit card 嘅 company 甲我講，伊人去 investigate 嘅時啊，冇 investigate 即間啦。伊人講 because 伊人特別 pick and choose 到一個 website 嘛，伊講捌聽過。伊人去一個 geographical area 是啥 US 啊 Canada 嗰時係咪 country 本好啦 ，Germany 伊做幾禮拜幾月節嘅，แล้ว伊嘢真濟 order 收真濟鐳啦，伊就走咧。伊未做久。喂，我會記到啲馬來西亞，本嚟我唔知啊，我會記樣一個，係咪 investment scheme 唔知咩啦，但我會記我 OK， 所以我甲我翁對2017年時候，我人是到啲迄個 airport 嗰邊咩啊，Bukit Jambu 嘅 Jambu Hotel Equatorial 嚇 ，Equatorial 對，到底 Equatorial 有開咗對啊，是一頭冇開啊？冇了。喲，แล้ว伊到底迄邊嗬，因一定嘅人嗰啲穿上嘅 uniform 嘅你知哦。然後因為成在 meeting 到底伊個咧 conference center 嘅啦，然後伊就是成個喺了，然後我一對咧無落關咧，我就聽到講伊個頭唔知咩走路啊，什麼跟少年攏知我講咩哦？知。嚇。鄧人名唔知咩？鄧人嚇對。
喂姨幾那 Q 嘅了分掉，哈，歡喜咁玩掉，哈咪歡喜咁玩掉，哈咪數？你那是咩呀？我就是講啦，哦，唔驚，個樣個講到對係你話咯 ，already 老，佢講到對個啊，我諗講啊，我諗冇讀冊，諗就是安尼啦，係咪唔驚？啊，มีมันนี่เกมอะไรเหรอ哈，我所以就講你叫咩人講風涼話，風涼話是點意思？JJ 係咪 scheme？冇啦，巴海。我未記啊，咩名？唔講啦，我應該我未記啊，就係咪啲名？唔係係咪出啊？真啊，樣我咧。怪大，news 嚟怪大，不能就。誒，我唔知。MB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咁樣安尼。哦，MB。你講後生嘛？後生是喺你 JJ 嘛 ？JJ 啊，對。哦，係咪物件啦？有陣時係咪物件？到底是 investment fund 啊？成個路你看你後邊話講，伊學路你行路到啲 website 冇嘅，你看你啊，差唔多上咧。JJPTR 咧，嗬，伊是JJPTR 咧，佢哋是歸納嚟後生嘅 build up 嘅，แล้ว伊人不是成個安尼款咯，money game 安尼款嘅物件本啦，แล้ว特別呢伊人就心頭較大淡薄，就是講咧伊人愛做成個佢哋叫做係咪咧嚇？頭先最講嘅啊，另外一個叫做係咪咧嚇？本是 money game 嚇 MB 嘟安尼款，伊愛學成個 MB 嘟安尼款嗬，所以就寄下啲鐳去 invest 成個 restaurant 啊，แล้ว係咪安尼款啊？แล้ว invest 咧嗬，แล้วลูกหลานใส่寄下伊個 point 去食物件，去食個飯機。哦，你唔驚個飯機？因為冇人。แล้ว佢哋伊本來學安尼款，佢歸納嚟後生囝，แล้ว結果呢嗬，伊 investment 就多起啊咯，多起了是講伊 at least 伊有出來交代啦，伊無像甲咧，我釣嘅佢哋是 suddenly 走去啊，無去嘅嚇，那伊是有出來交代，是講伊有學歸納嚟像個 solution 咯。I 呢就是類呢是未背到最咧啦，แล้ว有呢就是講啊到，但之後你一地一崩，冇，伊轉做 point 去，轉做 point 咧，你使夾你 point 去食物件咩嚟講，特別就背啊，伊餐廳咪個咧嘛是多個了嚇，誒，嗱咪講特一間啊，特別我就係講就一間食樣食啊，丟個隻界，是唔是係一間？用嘢知啊！你講不是開到係你破地嘛？呢度啲咧啊，我哋麥當勞邊啊名啊，one do 啊，唔是 time do 是出名啊，出名 time do 咧，你個刺晒，個做刺晒就一搞，都係買得係差位啲啊。哦，唔知哦，你講是咁樣說啦，用幫佢食嗬，但讓 owner of this outlet 嗬，因為嗰時日本去到對佢哋 company 去invest，對，話類嘅，等陣，然後一拖路咯，一先是學路，但 after that 一拖路，然後 after that 咪冇。你幫佢嗰度冇搭路嘅嘛？嚇，會話講。係你嗬，係你 JJ 呢是 JJ 咯嗬，แล้ว係你呢同佢都講嘅，係你呢係咪用嚟接下你幫嘅啊？伊 actually 伊快。按照講下，伊個規模是真快大嘅，แล้ว伊頭呢是你是算做是真係穩嘅，แล้ว伊人嗬是伊人 invest 嗬加 JJ 是無相嘅 ，JJ 呢嗬伊是你接幾類呢？伊嘛嗬你幾 percent 嘅係你費用啦，你看啦，OK，แล้ว特別呢係你呢是伊人成日是有。買 share 你做內面啊嗬，你買幾粒 share แล้ว你愛買幾粒 share แล้ว你會賺幾類安尼款嘅，係你頭先你講用 point 啊，買食係你樣嘢喎嗬，係你是另外一個 system 了，伊 system 個無相嘅。แล้วหาแล้วว่า friend 哦不有招啊，對哦，แล้ว特別我感覺就上複雜แล้ว，所以就我無 join 咯。
because 伊個講啊，你就別賣 share 啦，你 share 到個係咪你愛賣幾粒啦，係咪了啊？人買若是你就趁錢咯，係咪啊？你講話麻煩死啊咧，但係我賣曉我無接咯咧。因為這人就是講，阮愛為咗趁錢，啊咪唔是講趁錢是無好嘅物件，特別這人伊會想到那款嘅空頭個了吼，了為這人要為咗趁食嘛，了嘛是去做那物件咯。แล้วเขาจะทันเดียวสิตัวเท้าทันเดียวเจ้าเขาเลยตัวเท้าตัวเลียแล้วมาฮามีลูกกงจ้ากงก็เลยกิมนี่ก็จะเลยกิมเป็นจังจะไม่เสียในคอนสกิมอ่ะไม่ใช่นี่ว่าขาดที่ผู้ช่วย go by ฮะกิมเดียวกิมเดียวจีเนตุฮามีกี่อะไร我講下伊告訴人啫安怎老咯伊這裡伊講 Lucy invest go by 特別咧你不是看到 go by 係你 go by 伊是好你看到轉呢好你一個 certificate 伊是 commodities trading 就嚟 A B 咁伊是講伊提你用你名來買一個金條特別伊是無教會你都接出嘅事因為搞到少嘅，都要學到一個 certificate 呢。然後有時候就 investigate 嘛，佢哋乜打就是bank 就搞到直頭掃㗎了嘛。有啲時間我買金嘅無多好甲 bank 買。要咯，得一人就燒咯，之類本事。然後個是被定嘅咯，被定個 OK 啦，但係嗰時啦被定咯。被定是係咪？Lambert 嘟啦。誒。佢哋是算咗，佢哋講古啊，佢哋。係咪？伊未開啊，未開啊。佢哋算做 scam 咩？伊唔，我袂使講伊是 scam 啦，你我用條過。特別伊是講你愛一個定，你愛買幾十千咯，20幾千。係咪定嚟？伊定是係咪落定啊？伊是 burner 嚟一個咧，燒係胖嘅。是 aromatherapy。Is aromatherapy。OK。特別你係咪跟日本買條嘢嘛？把伊特別貴嘅。特別即係呢嗬，人咪講伊係咪啦嚇？總之呢有一個票就對了啦。有一個票，特別馬路上有行，是講伊無可能伊無行 pyramid 了啦，因為可能是 MLM 嗰是 pyramid 是 MLM 無是啦 pyramid system 啦。Let's say EO 嚟嚇 ，essential oil 嚟嚇。essential oil 都有人見念去有喎，真係。丟。我那時候我食過人去嘅。我身邊有兩個人就。你講話安怎？伊唔是安怎未會？安怎講話安怎先？嗱，伊頭即係呢學伊是 active 咗抗幾年啊？你看就係啦，伊就做個真正大咗，所以伊是上個係你 pyramid 嘅 system 啊，你看咯，就是朋友拖朋友嘅咯。了呢有一項物件無好嘅，就是講呢，你是接一個 member 嗬，你是愛嘅。差唔多是10幾千啊！你看呢，就倒接啦。了呢，伊就學到只聚會 ，OK？伊就學到只聚會咯，只幾粒係你定咯，แล้วก็係你油咯，แล้วก็伊嘅 cosmetic 嘅 products 咯，แล้ว伊嘅 skin care product 咯 ，OK？แล้ว係你會啊，你咪買啦，你咪甲佢燉到厝咯，對。毛毛菇講咩啊？毛毛菇講咩？sabun。sabun。OK。sabun 係咪？แล้ว伊賣物件是特別貴，就一粒定啦，嗬，成日講一個普通嘅玻璃定啦，就係200幾塊就。所以有兩個辦法咯。頭一項呢，愛呢，你就是去介紹你朋友，你咪拖朋友接咯。嘛行迄個 pyramid 嘅 scheme 了咯，對。啊無呢，你嘛慢慢去買你會咯，嘛 from 迄邊賺到對咯。若是講你真正欠用着類嘅啦，你是毋是無理由去買迄個頂安尼小嘅嘛？你實就是去拖朋友接嘅嘛，對。所以嘛一個拖一個了，結果我嘅家己人攞咧，就是去就是去接咯，接了我特別去。training 啦，係咪啦？你就俾出類嘅喎，training。成日講你愛去training啊，你就俾學幾百塊，你看去แล้ว去 join dinner 啦，係咪 seminar 啦個了啊？你看，แล้ว就是你看 say 你鬧咯，你看咯，แล้ว特別呢，到尾來嗬，就是未咯，未做咯，未咧，未出咯，แล้ว係你回啦，個蹲啲位處過啊。
甲你讲，伊会啊，佮准备我厝 ，because 有一帮啊时，我家己人搬来甲我住嘛，咧伊会个了吼，伊搬咧吼，甲咧下到我厝诶位咯。你知有一定无偏诶，你知道像啊 ceramic 诶钉啦吼，伊会卖甲啊几若千箍诶咧。哈，啊，那像有个人丢个按丢 survey 去随一个 location 啊，下掉安尼去卖哦，下回卖咯，办二卖啊啦是。喂，話一定是係咪特別？安怎一賣安尼貴？一特定。你知一定定是你 diffuser，伊是 diffuser， diffuser 哈。所以伊是會底點開一定面係油嘅，係唔是？無，下底下油咧頂面點火，像個人嘅油頂安尼款。所以人迄個國家不離打呢。但伊唔是點開啦，伊唔是放電嘅咩？無，伊唔是放電嘅，伊頂面有吼是一粒像個 carbon 安尼款嘅物件，所以變伊 carbon 吼伊會鎖伊油起嘅，所以伊會蝕若是有吼，特別伊 carbon 燒嘛，燒了有吼咧，伊就拖油起嘅哈。拖伊油起咧，伊嘛有香味哦，安尼款咯。特別講蝕嘅啦，是講伊嘅香味咧，就係講。你有色面啊，吼，安尼款嘅呢，你味伊 lavender 面，你有影是有。特別迄個加了 essential oil 本會啊，是唔是？嚇對，特別伊是賣個特別貴啦，哦，所以成個貴。伊成個叫做害伊嘅價錢上濟。所以tapi這個本就少。I think 19 something 啊，未到 year 2000就有了嘅咧。嚇有了嘅就有了嘅，了交辦了特別未做咯，你知哦。看我人一人一粒就殺，看一人一粒都冇用放起來，唔知我走去倒落位。哦，伊冇俾我人啦，伊買只隻啦，唔知是做下面伊學一人一粒，一人一粒。冇辦法啦，伊特別燉伊會。伊會呢濟，所以就要夾殺出去。伊會安尼濟下，伊就要送出去咯。伊根本伊就唔是講愛賣迄個定嘛，伊是愛介紹 member 入來了，伊人嘛有想啊，你會使賺，你會 downline 咯。哦。嚇！哇！呢這裡打都唔知啊。product 會只看開嘅啦 ，product 你賣一個 product，你 budget 你個買，你個就個賣一個 product 賣個幾時？有一個啊，有一個是 online 放累入去嘅，一刀放200啦，有聽過哦？冇啊！伊迄個是快股份了，收累嘅，成個 savings 呢嚇。伊成 saving 啊，嚇呢？伊講吼，你放200先開一個 account，了你個找朋友，伊本一200，了是伊有賺，你本賺安尼款呢？伊本是 pyramid system 嘅，本只好久啊，早8年前，真正興本嘅15年前，17、8年前本就係。嚇，你放伊講你放200先，了上尾你個來家己來個放本下啊，你看，你叫朋友放咯，個了白入，啊你看咯，特別這種唔是講袂趁累，像個 Lambert 嘟啦，迄個 Gillette 嘟啦，個了袂趁 ，unless 你是 pioneer，你是頭一站啦。阿妹慢慢起，阿妹個起來嘅吼，你就無人頭整就一end啊，你講騰價800了啊。usually 吼，伊安尼款嘅物件是those 對面嘅啥啊，唔使講安尼 first 啊，特別 first 就 never 是輪 until 人安尼人嘅。By the time 人安尼人聽到啊，是 already 人騰價買。我甲你講一個新嘅物件嚇，新嘅啦，แล้ว伊是 aim 人一個content creator 嘅。哦呀！即係 internet 嘅嚇。誒，啷個即係拉好成時嘅 account 問抬起嚟啊？係咯，問抬嘅。出去。我 clubhouse 入面 clubhouse，畢竟都唔是 mod 畢竟。OK，我甲你講嚇，我 friend 呢就是掉咯，我一個 friend 伊是做 YouTube 嘅啦，แล้ว本地呢伊是。安怎會 echo 啊？Hello，安怎會 echo 啊？講啊 ，Hello，有聽啊？有啊。微話話而已。嚇，我用 iPhone 喎，安尼款咩？嚇，別緊講。OK，แล้ว伊很難做 echo 嘅。
你電話真係，冇啊！我開掉，我開 speaker 下，你冇淨係 phone 我開 speaker 啊，我冇。哦。That's why 啦。伊 echo 到 maybe 你係我一個播面頂，你電話係個播面頂。甜是我。你係到啲定嘅 surface 會下，你電話係到啲托卡是超劍掉。係到定嘅。我啊，我超劍掉啊。哦。你新嘢因為數啦，整到骨頭拍出嚟嘅 echo。你頭。OK， 咱講到對，我 friend 咧伊是做 YouTube 嘅 ，OK， 咧伊做咧喺你 YouTube 咧，嗬，咧 suddenly 有一日係時哦，伊無端端借，成日講借 subscribers 喎。哦。suddenly 真正借 subscribers 咗，咧伊就成日講伊家己硬起來啊，你知冇？咧伊嘅 video 嗬 ，suddenly 伊嘅係你 viewers 啊，嗬，起就起價變10,000安尼款嘅嗰種，10,000、20,000安尼款嘅嗰種，你唔知係咪數咯？แล้ว伊就 continue 啊個一個月安尼款啦，嗬，伊嘅 view 嘅了啊，嗬，真正濟咯，真正濟。แล้ว伊就想講是 genuine 嘅咯，係你 views 嘅了嗬。結果有一日那時啦 ，suddenly 伊會啲 comment 嘅了啊，嗬，嘅了咩伊是撈錢嗰陣，咩我 friend。哦。伊講。咪講撈錢，你叫我人啊，嗬去訂你嘅廣告了，結果當今啊，嗬無互我鐳啊，面你看喎，了唔是一間，就是真正借去 attack 我 friend 嗰陣哦。了我 friend 了我 friend 就慢慢吹咧，後咧有嘅人較好心嘅呢，就甲伊講 ，because 伊冇寫啦，伊講我無明白你人哋講係咩安尼款，了。有好心嘅人咧，就甲伊講 ，actually 呢一個伊人咧，可是 through 一個 website， 然後佢個 website 咧，可伊是可伊人一個啥個 task 安尼款啊，可伊人一個 task 就是講，你去 view 一個人嘅 video，去 view 一個人嘅 YouTube， 然後你就會賺到鐳了嘅。OK， 然後嘛，特人啊嘛，安尼款去做咯，然後所以。伊喺你 website 咧，伊 free 你5道嘅 task 啦，5個 task 啦，所以你去 complete 迄5個 task 咧，嗬，你就會使贏到幾筆錢啊，是幾筆錢啊，你看咯，所以真好賺嘛。我是去看伊嘅 video，然後伊廣告 run 安尼款就會使啦嘛，嗬，所以特別呢，你若是講呢，你愛較濟嘅 task ，maybe 你愛10個、愛20個咧，安尼款你就要俾伊 credit。哦。所以就是 from 迄邊我遮濟人貪心嘛，咧嘛感覺就講我干那看 YouTube 啦嘛，嘛可以家己 auto run 安尼款咯嗬。所以嘛買咯，成100塊啊，200塊買伊 credit 咯，所以你有伊 credit 咧，嗬，你就會使做較濟嘅 task 就。所以 from there 嗬，你嘛個在嘛會使賺鐳咯，安尼款咯。แล้ว有嘅人哦，伊人 already 成日講伊 system 內面啦，伊 already collect 掉幾百塊安尼款啦嗬。แล้ว佢哋公司有嗬無互伊鐳你就。that means 講你 already view 嘅了，你 task 嘅了去做嘅了，特別呢佢哋公司無接鐳互伊。無接鐳了，人嘛起哄了咯。所以一個人嘅了嗬，就 misunderstood 講是我嘅 friend 去叫伊人做安尼款嘅 task， แล้ว就去 comment 喺邊嗬就 attack 我嘅 friend 咯。就是講啊，你叫我人 click 入去你嘅 video 了，แล้ว當叫我人complete 我人嘅 task แล้ว我人ก็無賺鐳，แล้ว我人ก็俾鐳 credit 啊，係咪安尼款哦？แล้ว我 friend บัดรู้ก็ find out อ๋有安尼款嘅 website รู้จัก哦。แล้ว我 friend 是變做是人嘢伊嘅即個 video 名聲嗬去用安尼款。แล้ว伊樣 website 又是跟你朋友嘅名呢，還是有別哩無相嘅 creator？ 有真正濟 YouTuber 掉。แล้ว這個 YouTuber 我較濟是無咪出名嘅。我較濟無掉啊！伊 subscriber 我較濟無掉啊！你想出名免？你想出名未？因為掉上灣啊，差唔多啦，呀。
差唔多呀。是啦，咪即係咪是有 sudden view 啊？你這 sudden view 嗰隻冇去。哦，可能哦。就是伊 view 吼 sudden 無去咯，無去啦，嘛激死了咯，激死了冇辦法咯。喂，先諗下知你嗬，伊是我哋頭一名就諗咗3,000幾人5,000人啊，แล้ว國家後尾是 before 我對馬來西亞時啊，點會甚至13,000嘅我看到，แล้ว我就到啲對嚟馬來西亞係紅響蹦就頭冇到對去，特別one thing奇怪就是伊 at one point 時候，伊嘅 like 跟伊 comment 啊。伊 like 較濟過伊 viewer 誒，了我是講，呢奇怪伊嘅 viewership，成個一人 view 啊，較少過人去訂 like 誒。bot 嚟啊 bot。maybe bot。對啊，人來看啊嘛，都會訂啦。แล้ว個隻物件是講，我 friend 呢本地是上下講是 YouTube 啊 ，suddenly push 伊 channel 嚟嘛，伊 channel 嘛，嗱其實唔是咯，是人利用伊嘅 channel。哎呦，這上哦，這裡好像做 content creator 就上咯，感覺成個，哎呦，我成功啊，哎呦死嘛，臭人佬！伊 suddenly 啊，學伊真正歡喜就係講，誒我應該是 YouTube 啊有 push 伊嘅物件，結果唔是啦，係人嘢嘢。冇啊 YouTube 愛 push 本好一本，你冇得係 YouTube 類啊。你冇得係 YouTube 類。呀，冇個都做 free 啦。你成講你特別俾你 push， 你成講你你 channel 出得到，你成個拍廣告你自己 channel 嗱。呀，對。但係如果話你講係你 EO 嘅啊 ，essential 嘅嚇，同嚟個按照看嘅嚟個。啲變零啦嚇，我見開隻隻鏡嘛，殺蛇白啦殺，就是講伊是都因為呢，伊本是有 massage 了那邊個有點買一個油啦，即是講是 member 來開，所以特人個啦愛 member 那是愛 join 呢，就係5,000。嚇，แล้วอีดูสิทำมาซาจอ่ะทำทำมาซาจอีโอที่เราบินกันแล้วเนาะหาไปคุยในแพ็กเกจกันแล้วเบลแล้วจะสิอุ่นยังไงอ่ะสิบ่ยังไงso far 應該有人去 check 過伊樣是袂曉去 run 這 business 嘅，以前係嚟 Vietnamese 嚟個度訂，咁了是無 certify 過，做款嘅嚇，然後佢哋講有真係 KOL involved 啦 actually。KOL 什麼啊？伊入面 opinion 呢 ？Key opinion leaders。對。我是 LOL 對。你哋啦講我是 LOL， 我唔是 KOL。原來我見到 LOL 呢是。嗰一個號碼，稱號碼咯，你叫。嚇？較古勁啊！嚇，號碼。係咪 number？嗱，你係 base number。we took number。係。伊講我有買過啊，我有買過。你買過啊？幾錢啊？你買？伊有唔知幾千嘅嘛？冇夠清啦，百幾塊呢啦。百幾塊是下面 number， 伊個有算嘅，有對，伊係算你生命數啊，咪貴。啷看阿龍邊出去？我嘅教號。點會講阿龍邊出去？哎呀，我未記係先嘅，我未記係先嘅 channel 真嘅。我到時點樣看伊韓國？伊唔使我有得講。等我我 YouTube 啊，冇看。我佢 YouTube 嗱，即係1,000抗熱嘅9,000撈千抗熱，你使去看。哇！你講我差唔多上喎咯，我冇成日看我邊出去我坐到啲 sofa 度啲聽喎，然後呢？呢個係你當個人把邊度咧亂入邊咩？嗰人先呢，嗱點頭佢講。冇人個人成個邊出去看袂到配嘅。撳掉誒，你配嘅啦，配出嚟啊！OK，sorry，講到對後面，號頭後面，號頭伊是3號、4號，嗰時幾號伊看攞愛下面攞愛9號，伊講我欠9號，所以嚟所愛請9號。伊嘛是無去，伊嘛是有開家己嘅店喺面本有嘛，可以 member 嘛，邊個嚟擺嘛。哦。開號頭是開 base number。
談下咪物唔是，件，我冇明伊出一個鏈，伊出一種鏈都欠9號，啥比如話欠9號，俾9號清掉，伊是一個蝦米來清嘅物件來清嘅哦，伊是上個是，所以講伊是看你成個看名，你講你人咧，你寫名咧，你是欠10號啊，欠5號，所以你就會買一個擺啦，每一個 number 5，然後你清掉啦，你個會成個接較一個很 balance 很。OK，明白啊。哇，即係你看我好像係想會出嗬。把刀咱買一罐嘅配嘅，你講我這是阿咪姑棒嘅配，一罐買。無止啊！我甲你講下，嗰一項啊，嗬，嗰一項啦，伊是招咧，係咪 aura 對，然後係然後水晶是水晶嘛，即個是嗬，伊像一個罐啦，一罐內邊嗬是係油啦，無相識嘅油啫。然後若是講咧，你成日講你無 balance 嘛，嗬，你 maybe 一招出來，哦，你上濟紅啊，還是上濟藍啊？伊 balance 是 aura 色。嚇對，咧伊就係迄個有色嘅油啦，嗬，係啲嘅 bottle。哦。啊，咧你夾掉迄個，你就係迄個 bottle，就你嘅 bedroom 啊，安尼款嘅喎，安尼款本會，安尼款本有誒，安尼款唔使貴哦，唔使貴哦，嗬。我 friend 有做啦，但係我冇去買啦。because 我冇。特別有人相信呢，唔知有人相信呢。即係嗰兩物件是 when 你自己冇 confidence in yourself。你baru ka effort into contract 嘛？你若是講自己 confidence 你mana？你相信這個好，你幾好。特別因為老人就是 desperate 人啊，才有，因就是。啦，但係你自己想看，Tata G is a good day 嘛 ？Every day also 有人死，Tata G 冇人話，Tata G 冇人交錢，唔是啊？Desperado 嘛，因為使唔出了，但人講，但係我就人起手啊，未使講。未使講，你未講，後面冚咪講。我使唔出。講一項嘢，有一個你冇聽過哦。我數到對。seminar 嗬 ，basically 甲你講嗬，你念一個，念經，你師傅就念經嗬，會導人到你會破病厝人啊，成個愛 terminal ill 嘅，好去啊，你叫你是 sign up 係 seminar 啊。seminar ringgit Malaysia 8,000幾塊啊！講下你做，下你投機你嚇，一攤你出來啦，破病啊，嗰是 disable 啊，人哋講 because disable 嘛，所以你 feel 到講未夠啊，所以你除咗隻 desperate 咯，就是講人 desperate measure 是，唔是 confidence，desperate，所以 because 你出來啦，成日咩？而家如果驚啊，是就 disable 嘅啊。cerebral palsy 啊！我是你 try 一隻物件，你上擺無法了，按專門就去做那款啦。所以人講，伊講我這裡有一個師傅來教你念經，要開個 seminar，到 PWTC，你去 attend 個 seminar，你未在條行李條緊，我學你 installment 平你去聽個 seminar。即係咯，係你即係我啦，啥？即係我你。這個無隻阿個啊，係咪數？即有捌聽過講。偏四人類，你聽到了？你 vitamin 咋？vitamin 嗰啲是 liquid 嘅啦，特別正貴嘅，你3000幾塊，3000幾塊，你買一個月 minimum 是3000幾5,000嘅啦，我聽到嘅是一瓶啦。แล้ว你都 ICL 啊，你就冇要求แล้ว ，right？ so 因為叫拍接起來成故是蝦米來冇人知啊。แล้วอีกับลูกกล้องแล้วlikeเจ้าอุจจาระ人一開呢這類了 right 伊心理作用嘛所以伊感覺有用成個較好現嘅款較好去所以了伊就叫你去甲別人講較好去了你去 clinic 是講阿什拉沙你頂過節頂禮拜拍了是唔是較好你嘛是講好咯了你別個人聽到較好嘛照拍咯講你團一個人是愛死了呀，剩你幾個月爾呀，所以伊老咗者，伊就老咗者。喲，咁無良心啊！我哋人講。係啦。阿偉姐，咪小蛋啦，偉仔咪除了，直接咪講。話你是你就係講你 job website 㗎了啊。隨間嘅。隨間嘅咯，啲意思係個 business operations that time 我係愛接做即係 management 嘅講啊，即係。我 San Francisco 就係，所以我去到個 downtown San Francisco 啊，去 interview。OK，特別都在伊朗是做咩哦？
我問一個 question， 一集哦 ，basically 講，你去買人一個 makeup 嘅 set，安尼哦 ，like makeup set，你講一個 makeup set actually 是70塊，但係你介人講有 sale，下面你買20塊，下面 whatever， 真伊是個 MLM 啊呢，伊款講來講去啦，伊是 MLM 咪，該搞老人嘅人。了解點先啊？哦，所以你就記佢係知道味到伊個臭狐臭啦。係啊，特別你在一大一個 building 為 interview 人啊，伊就我們請個只 professional，特別講嚟講，伊是 basically is a sales job，你都叫，呢小嘅減計。OK， 我講嘅可能評價我使不出嚟啊，當劍。แล้ว感謝各位嘅嚟講第二出嘅老千抗疫，即係episode講了嗬。嗱是講落把你我哋是那個老千抗治是，或者那個度嚟講嘅。我咧頭先叫咱講3點鐘啊，你全部上看嘅老千嘅故事。講嘅這邊先啊，感謝大家參加，禮拜再見，拜拜，拜拜。OK YouTube 嘅人啊，頂一禮拜無看到這邊有訂，攏去聽老千空嘅，然後這邊就這邊嘅訂看訂睇耳看嘅，訂下 subscribe 啊，訂看訂聽啦，隨時我有聽到錄音時嘅通知你。禮拜再見，拜拜。哎呦〜